在地消息来看，苗栗的通宵，中昼有一对查甫查某去到便利商店，那就要共偷摕行动电源，去店的发现了，佮摕米缸倒出来咧压，加在是警察随赶到现场，当场甲压好堵。专案是依照准强盗罪依上发办。画面内底这间超商的店长，同咧甲一对男女朋友咧讲话，了后这个31岁姓齐的查甫人，唔但出手攻击，还佫举米缸倒共吓惊，这个拢去监视器翕起来。这个冲突的事件是因为店头怀疑这两个人偷摕物件，警方接到通报，出动快打部队去现场，把这个姓齐的查甫人抓起来。疑似是偷窃，然后被店长抓包。对，然后后来就是可能是恼羞成怒，所以就是有持刀想要攻击的感觉。警方讲，2日11点半左右接到报案，这个37岁姓陈的查某人，那像偷摕店里一个行动电源，当去座位甲因查某朋友食泡面，店长发现那像有问题，所以甲伊对峙。不过，这个查某人是拢好人，而且不爱拿钱。因男朋友为着要甲压，都动手攻击店长，落尾手去有热心的民众，还佫有6个警察共同制服。2个人的乌托邦还佫停伫店外口，店长就轻伤。附近的民众对治安是感觉真烦恼。是治安好像有点跟以前不太一样。会不会觉得说好像有点可怕？会啊，还是会啊。会啊，尤其如果小朋友的话，就更危险这样。徐姓男子为维护女友，竟挥拳攻击超商店长，并持包包内之美工刀作势威吓。通宵警分局快打部队共6名员警到场后，于超商店外立即将一男一女窃嫌押至逮捕归案。警方认定这2个人有偷摕物件，专案以涉嫌犯刑法准强盗罪，而且苗栗地检署侦办，而且呼吁民众买物件都要付钱，镜头三笑有声明，唔通就是讲闪袂过，若无会依法上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